讲台语当着时，即马伫咧新北市立图书馆假日时嘛有志工来讲台语故事，希望互囡仔会当愈接听到台语，愈接讲台语。伊伫掠家母狗啊，伊伫掠的是哦，啥物叫做家母狗啊？本来大家拢唔知影。志工老师特别将一本绘本《家母狗仔》来教听故事的囡仔讲配合同齐风俗，亲像食圆仔共款，互囡仔人听母语嘛通学物件。啊，家母狗仔就是猎，你用迄个圆仔册吼去猎各种的动物。吼，各种的动物啦，狗啊啦、猪啊啦、鸡啊啦，还是羊啊啦。热剧施工，新北市立图书馆伫假日拢有广告的时间，伊发现囡仔若听到台语，就听无咧讲啥，所以伊讲故事就会讲台语来相难。伊讲真惊以后台语会消失，就会豆豆啊捡回来。阿妈捏的鸡啊之外，还有捏什么？够低有无？够低够啥？国语、台语同齐讲的是囡仔听有，听有搁加减学。我嘛会定定鼓励讲，家长来的时尽量讲转去的时3不5时爱讲咱台语。因为对于台语的喜爱，伊除了嘛咧高中教台语，家己嘛出一本册，号做《圳沟边啊上水的风景》。伊细汉的记忆小解一寡古早风俗等等。伊表示会继续推广母语。新北市立图书馆嘛讲，囡仔通多语言学习，真侪家长嘛真欢喜。另外，初次册备广告书时间无休困，大家嘛通做伙来听。记者廖立秀凯新北采访报道。